睇睇今日新聞內容。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宣布，決定唔會推行公共交通票價2蚊2折，每月240程嘅限程方案。話審視過數據，大約270萬合資格受惠人士當中，每月平均只有大約450人搭超過240程，形容係微不足道，亦都會影響部分殘疾人士出行。政府今年4月將長者同合資格殘疾人士搭公共交通工具嘅2蚊優惠計劃票價劃一2蚊，調整為2蚊2折，希望改善長車短搭嘅情況。原本預計喺出年4月實施第2階段，每個月限搭240程嘅方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今日喺社交平台發帖文，話決定唔推行限程方案。佢話2蚊2折實施至今運作順暢，期間有殘疾人士向局方表達關注，指出部分殘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較多次轉車，先至能夠到達同樣嘅目的地。亦有一啲殘疾人士需要由年長照顧者陪同，先至能夠返工返學。對佢哋嚟講，每個月240程未必足夠。又話審視實施2蚊2折後嘅最新數據，發現由舊年5月至今年4月，喺大約270萬受惠總人數之中，每個月平均只有大約450人搭車超過240程，形容係微不足道。而喺呢450人之中，大約2成2係合資格殘疾人士，比例亦遠高於殘疾人士，佔受惠總人數大約5%嘅佔比，一定程度上印證咗部分殘疾人士的確需要較多車程。孫玉菡話：一旦實施240程限程方案，難免會影響部分殘疾人士出行，包括就醫覆診、接受康復服務、工作等生活需要，亦會令人，特別係長者擔心超過限制。部分人或者會因為咁而不時檢查剩低嘅優惠車程，白白增加心理負擔。考慮到每個月搭車超過240程嘅只有幾百人，實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慳到嘅公帑大約係幾十萬。但係系統更新同測試嘅開支，估計大約係3000萬，並唔划算。邊度搭到咁多啊？240程喎，放心咗佢啦。如果攞嚟做嘢咩？周圍去咩？間中出下街，亦都唔一定話去到咁遠，喺附近嘅。係嘛？因為通常我都唔會話去得太遠嘅，今次係因為我嚟房屋處先嚟到呢度啫。一般我都喺元朗集區走嘅，咁都冇，最多咪去天水圍，都冇乜轉車啊。我講我哋傷殘人士啦，你都唔會話真係特登周圍走去邊㗎啦，真係有需要先出嚟嘅啫嘛。咁我而且我係獨居啊，咁我係一定要出嚟買嘢啊成啦，我覺得係夠咯。如果為我嚟講啊，第啲我唔知。孫玉菡話：政府係經過綜合考慮，決定唔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資格殘疾人士同長者安心使用2蚊優惠計劃。香港電台記者蘇海瑩報導。正喺烏茲別克訪問嘅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參觀過當地創新科技園區。佢話：香港同烏茲別克可以進一步對接創科生態，實現優勢互補。行政長官李家超喺烏茲別克最後一日行程，率領代表團，成員包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參觀烏茲別克創新科技園區。烏茲別克嘅數字技術部第一副部長親自迎接。李家超參觀園區裏邊不同展廳，聽取工作人員介紹。烏茲別克創新科技園區係國家級經濟特區，為科技企業同人才提供稅務、租金優惠同便利簽證措施，已經成為烏茲別克數碼經濟轉型嘅核心引擎，全力落實數碼烏茲別克2030戰略同人工智能技術發展2030戰略。Our visit to the IT park is for many purposes. So we come here for building cooperation, cross-fertilizing, and see what are the things that you are doing and what are the things we are doing so that we can mutually benefit. 李家超話：烏茲別克正全力推動經濟轉型同創科發展。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亦正積極建設國際創科中心。憑借世界級融資平台、專業服務同連通內地與國際市場嘅獨特樞紐角色，同烏茲別克發展高度互補，兩地同為一帶一路沿線重要伙伴，可以加強交流發展經驗。隨團訪問嘅有香港科技園公司、數碼港、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嘅高層代表。佢哋今次都同烏茲別克創新科技園區簽署合作備忘錄，建立初創孵化加速計劃同跨境市場准入平台，為烏茲別克創科公司提供進入大灣區同全球市場嘅戰略門戶，亦都俾香港企業能夠利用烏茲別克年輕嘅資訊科技人才庫，展開軟件開發同創新合作。李家超話：未來可以進一步對接創科生態，開拓合作項目，實現優勢互補、強強聯手。香港電台記者劉景輝報導。另外，李家超尋日亦都同烏茲別克總統同總理會面，商討深化兩地合作。佢形容今次中亞訪問成功建立政府同政府之間嘅高層聯繫。哈薩克同烏茲別克亦都同香港達成多份合作協議，涉及金額超過16億5千萬美元。行政長官李家超星期四同烏茲別克總統米爾濟約耶夫會面，就進一步合作交流意見。李家超話：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同時擁有國家機遇同國際機遇，會繼續發揮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嘅角色，進一步深化同烏茲別克喺不同領域嘅合作同交流，配合烏茲別克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攜手把握共建「一帶一路」機遇，促進兩地以至中亞地區共同發展。李家超又話：本港正積極發展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同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打造留學香港品牌。佢邀請烏茲別克將重大會議同重點項目帶到香港，舉辦亞洲版嘅活動同路演，並鼓勵更多呢度嘅青年來港升學。李家超又話：本港正係全面構建黃金交易生態圈，吸引黃金現貨喺香港儲存、清算同交割，積極發展成為國際黃金交易中心。烏茲別克擁有豐富嘅黃金儲備，香港可以為烏茲別克喺黃金交易、儲備配置以及專業服務等嘅方面提供強力支援，並且為兩地開拓更多互利共贏嘅商機。另外，李家超同烏茲別克總理阿里波夫以及副總理霍扎耶夫會面，商討深化兩地喺經濟同貿易方面嘅交流合作。李家超上個月初曾經喺禮賓府接見率團訪港嘅阿里波夫一行。李家超話：烏茲別克係香港喺中亞地區嘅重要貿易夥伴，兩地經貿聯繫持續深化，合作前景廣闊。李家超亦都出席咗由特區政府同香港貿易發展局共同主辦嘅商務晚宴同諒解備忘錄簽署儀式，向烏茲別克政商界代表介紹香港嘅發展機遇同營商優勢。李家超喺會見傳媒嘅時候總結咗整個中亞訪問行程，佢話訪問成功有8大成果。我哋建立咗政府同政府之間嘅高層接觸同埋聯繫，並且達成多個領域合作嘅高層共識。我哋分別同兩國嘅總統、總理同埋多位高層官員會面，雙方同意加強高層溝通聯繫同埋多方面嘅協作。烏茲別克斯坦政府已經同意喺香港設立總領事館。哈薩克斯坦同埋烏茲別克斯坦政府分別同特區政府簽訂或者換咗8份同埋7份，即係總共15份嘅合作文件，涵蓋商務、教育、發展項目等範疇。至於喺政府層面以外，同哈薩克斯坦達成咗53份合作協議同埋備忘錄，同烏茲別克斯坦就達成咗28份，即係共81份。涵蓋嘅範圍包括經貿、投資、金融、科技、航空等，即係今次嘅訪問共達成96份合作協議同埋備忘錄，其中涉及具體金額嘅總值超過16.5億美元。其他成果仲包括政府之間同意展開不同範疇雙邊協定磋商。今次係內地企業出海專班舊年成立之後，李家超首次同香港及內地企業一齊外訪，發揮1+1大於2嘅作用，帶嚟總共81份合作協議同備忘錄。李家超又話會要求特區政府總結經驗，研究喺中亞地區設立經貿辦嘅效能以及點樣部署。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喺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報導。10幾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朝早出發到北京履職考察，行程會包括到雄安新區調研。雄安新區咧係國家重點發展嘅一個新區。
我相信呢，每一位港區人大呢都係熱切期待呢一次考察，特別係香港呢現在正在係積極發展北部都會區，希望呢係借鑑雄安新區嘅發展經驗呢，係將相關嘅經驗帶翻嚟，讓我哋呢都可以同社會各界啦、同政府分享呢係相關嘅經驗，以至讓香港呢更好咁樣發展北部都會區。雄安新區同埋我哋大灣區都係習主席親自謀劃部署推動嘅重中之重，係好值得大家互相借鑑。而且我哋睇到雄安新區咧，大家喺傳媒都了解到取得好大嘅成績嘅，包括裏邊創科啊，同埋咧大學城嘅發展啊，同埋咧係新嘅一個集中嘅中心，包括大興嘅機場等等，對我哋河套區、北部都會區咧都有好重大大家互相借鑑嘅意義。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下個星期1至2會對朝鮮進行2日國事訪問。外交部話，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會就雙邊關係同共同關心嘅問題交換意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2019年6月曾到訪朝鮮進行2日國事訪問，當時習近平同時任朝鮮勞動黨委員長、國務委員長金正恩會談。時隔7年，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發言人宣布，應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邀請，習近平會喺下星期1至2對朝鮮進行國事訪問。此次訪問是習近平總書記時隔7年再次對朝鮮進行國事訪問。訪問期間，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將就雙邊關係及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近年來，在習近平總書記和金正恩總書記的戰略引領下，中朝傳統友好合作關係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為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65週年，雙方將以此訪為契機，推動中朝關係與時俱進，取得更大發展，增進兩國人民的福祉，為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作出更大的貢獻。今次亦都係中朝領導人繼舊年9月金正恩訪華後再度會晤。韓國韓聯社報導，喺朝俄加強軍事同安全合作嘅背景下，習近平此行備受關注。分析認為，習近平會重申中朝友好關係，並展示中方喺解決朝鮮半島問題上嘅影響力。有專家認為，習近平此行旨在加強中朝戰略合作，進一步鞏固雙邊關係，亦都有重申中朝傳統友好關係及同盟關係嘅象徵意義。習近平亦都可能向金正恩介紹早前喺北京同美國總統特朗普以及俄羅斯總統普京會晤嘅情況。香港電台記者李建欣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話：美國無需同伊朗達成協議，都可以獲取伊朗嘅濃縮鈾。又話如果同伊朗達成協議，佢唔介意同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會面。美伊戰事持續接近10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重申停火協議必須包括伊朗不能擁有核武，以及立即重開霍爾木茲海峽。又話如果兩國達成協議，可能會同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會面。And we've heard you want to meet with the new Ayatollah, the new supreme leader. I don't want to meet, but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 I'd be okay with it. 特朗普又話美國無需同伊朗達成協議，都可以獲取伊朗嘅濃縮鈾。又話美軍正係密切監視掩埋住伊朗高濃度濃縮鈾嘅核設施廢墟，如果有人靠近，就會採取必要行動。穆傑塔巴發表書面致辭，話敵人喺同伊朗對抗中遭遇慘敗，正經歷深刻同慘痛嘅恥辱，形容敵人試圖透過散播懷疑、絕望、恐懼、猜忌，破壞伊朗人民嘅韌性，並擾亂伊朗決策體系，希望所有人堅定立場，維護團結互信，唔好同敵人結盟，以挫敗佢哋嘅陰謀。另一方面，以色列繼續炮轟黎巴嫩真主黨，黎巴嫩南部有村莊冒煙。以色列同黎巴嫩政府早前喺美國斡旋之下達成停火框架，內容包括真主黨撤出黎巴嫩南部，以及設立由黎巴嫩政府軍全面控制嘅試點區域，但真主黨拒絕接受，
強調黎伊停火必須包括黎巴嫩全境，唔能夠將南部同其他地區劃分。又話只要以色列嘅佔領仍然持續，真主黨就會繼續抵抗。特朗普話，雖然真主黨拒絕美國斡旋嘅和平方案，但相關談判仍在推進，並且已經取得一定進展。又話已經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溝通，同時同真主黨方面接觸。香港電台記者梁嘉琪報導。競委會新任主席翟紹唐認為，將圍標刑事化嘅最高刑罰定為監禁7年嘅建議方向可行。下一節會詳細講下。人生如棋，舉手不回。面對殘局，要突圍，唯有奇行險著。機關算盡，步步為營，只怕一子錯。王寶強、陳明浩、黃志、李乃文棋逢對手。周末追劇830，棋士逢星期六日晚上8點半，港台電視30日。返嚟新聞時間，立法會討論地盤禁煙嘅修例建議，有議員關注家居維修工程算唔算係建築地盤？住客喺單位外嘅地方食煙又會唔會違法？勞工處就話要當場捉到人食煙有難度，錄像同影相舉報都可以作為起訴證據。大埔宏福苑大火後，政府計劃落實地盤全面禁煙，向立法會提出3項修例建議，包括訂明建築地盤屬於法定禁煙區，並設立定額罰款機制。如果有人違規喺地盤吸煙，可被罰款3000蚊。呢2項會先訂立後審議，預計下個月17號生效。另一項建議就訂明，建築地盤承建商要確保冇人喺地盤入面吸煙，如果違例，最高可被罰款40萬蚊。有待立法會審議後再訂立。有議員關注家居裝修工程係咪算做建築地盤？即係話我屋企，我而家個漏水，我揾個工人嚟幫我修葺，都係跌咗落去呢一個嗰度。咁啊變咗咧，嗰個工人就係工人啦。佢吸煙就罰佢3000蚊，我就係僱主，我就被罰40萬，133倍。呢樣嘢係完全不合理，所以呢，即係呢個大家一定要小心睇。如果唔係，我哋而家通過呢條咁嘅法例嘅話呢，變成就係一個擾民嘅法例，到時就係我哋立法會俾人鬧。若果個業主佢唔係住喺嗰度，譬如佢搬開咗2個星期，交咗個單位俾個建築公司。個建築公司，你幫呢2個星期幫我搞掂佢啦，咁呢嗰個就係一個建築地盤啦。咁我有冇責任呢？我會唔會被罰40萬？唔關個業主事嘅，嗰40萬就係個責任就擺喺個建築公司，因為佢負責管理呢個地盤裏邊嘅嗰個建築工程啊嘛。譬如講有個住客，我知道佢喺佢自己個屋企咧，可以食得煙嘅。咁但係咧，可能佢屋企唔俾佢喺屋企食煙。咁佢就要走落去下低天台啊，或者喺lobby 啊附近啲地方食煙。咁嗰個又係個嗰個係咪又係個建築地盤呢？咁佢會唔會觸犯到呢條法例呢？有維修工程進行緊嘅屋苑範圍，若果佢係屬於建築地盤，嗰個建築地盤嘅嗰啲疆界呢，應該有足夠嘅指示，説明俾任何人，唔單止淨係工人。包括埋其他嘅即係出入嘅市民呢，係要知道呢，佢係經過緊一個建築地盤嘅範圍，係唔可以吸煙。咁呢個係嗰個地盤嘅嗰個管理人員呢，需要採取嘅合理步驟嘅其中之一啦。許澤森又話：要當場捉到人食緊煙係有難度，所以任何形式嘅記錄，包括錄像、拍照舉報，只要辨認到身份同埋食煙嘅位置，如果屬於地盤非吸煙區，都可以作為起訴證據。香港電台記者賴以玲報導。競爭事務委員會新任主席翟紹唐話，將圍標行為刑事化，最高刑罰定為監禁7年嘅建議方向係可行。競爭事務委員會因應大埔宏福苑火災，正係研究提出修訂競爭條例建議，包括將圍標行為刑事化。上個月上任嘅新主席資深大律師翟紹唐透露，正係同政府唔同部門以及大律師公會緊密聯繫，研究細節。
我有同特首聯絡過，即係佢哋個期望係乜嘢？咁將來如果我哋個法例係從一個刑事化嗰方面去發展嘅話，我哋當然要考慮下究竟嗰個執法嘅時候，究竟個調查，究竟嗰個或者係其他嘅方向，咁我哋大家點樣分工呢？我哋同其他嘅執法嘅部門包括警方，包括ICAC 工作範圍有重疊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分工呢？咁呢啲都係我哋傾緊嘅嘢。大律師公會早前建議，針對圍標等嚴重反競爭行為，引入最高監禁7年嘅刑罰。翟紹唐認為方向可行。咁我哋而家喺民事上邊，我哋就算係圍標嘅話，就算係個審裁處判咗係有咁樣嘅行為嘅時候咧，佢嗰個刑罰咧都係最多係個3年嘅10%。咁呢個可能亦都係未必足夠嚇。咁如果係唔足夠嘅話，我哋咪要諗下喺呢一方面嘅話，我哋係咪可以做多少少嘢咧？翟紹唐話：目標喺9至10月完成，草擬唔同修例建議方案，等雲福縣火災獨立委員會公佈報告之後，再考慮相關建議。但係強調任何修例決定都取決於政府。另外，競委會正係考慮最快由7月開始開放部分會議俾公眾旁聽，希望增加透明度，亦可以令公眾更加了解競委會嘅工作。香港電台記者蘇海瑩報導。消環署計劃喺3個將會落成嘅新公眾街市引入整體承租模式，由外判營運商再分租俾檔販經營。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可以參考房署嘅模式，優化合約，防止寡頭壟斷。環境及生態局日前向立法會交文件指，食環署計劃喺新落成嘅公眾街市引入整體承租安排，即係由外判商單一營運，再分租俾檔販經營。文件提到，近年公眾街市嘅興旺程度同埋使用率下跌，上年度虧損大約7億。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公眾街市嘅承租率每況愈下，用公帑嘅補貼越嚟越多，需要改變營運模式應對，可以參考房署以整體承租模式運作公眾街市，透過優化合約，防止寡頭壟斷。譬如可能話你只能喺關聯嘅商戶上面得20%或者一個固定嘅百分比，咁你會令到其他都係其他嘅商販，咁你就可以維持到成個商販嘅或者成個街市嘅競爭力，唔會話寡頭，亦確保咗居民一啲嘅價格嘅利益啦。署方計劃喺27-28年完工嘅天水圍、將軍澳同古洞北新街市引入整體承租安排。喺天水圍區內另一個街市，有檔販話有興趣遷入新街市，但對由承包商分租有所保留。唔係幾好啦。點解唔係幾好？咁我啲交俾政府好啲啊嘛，係嘛？即係交俾食環署嗰度，我即係起碼知道點樣。你如果外判就俾人，可能貴啲啦，唔知啦嘛，人哋會唔會收你幾多啦？係咪？即係有少少運氣就抽到呢度啫。我哋全部我嗰時我都係領錢嗰啲嚟㗎，貴租啊嘛，所以我咪吉咯。好似我喺做開領錢嗰啲，我就話我都執咗唔做㗎。租點做咧？2-3萬蚊租係咪先？我呢度幾千蚊啫嘛。唔爭好遠啊，因為政府嘅嘢嚟㗎嘛，始終係咪？有區議員話留意到將軍澳部分街市係由於租金加幅過大，令到攤檔放棄續租，期望當局對租金嚴格規管。一啲私營嘅街市呢，我哋將軍澳，譬如調景嶺啦、彩明嗰啲街市啦，咁而家呢，即係翻新工程之後呢，咁其實呢，佢係即係加咗租嘅。咁如果未來如果純粹係一個即係承包嘅一個方式去做嘅話，租金上面係咪上限上面係咪可以白紙黑字咁樣寫到明嗰個續約嘅加幅，即係唔可以超過幾多咁樣呢？食環署計劃今年第3季邀請市場遞交意向書，了解業界對整體承租新落成街市嘅興趣。署方出年會就整體承租嘅天水圍新公眾街市招標，而部分空置率持續偏高、缺乏改善空間嘅街市，會考慮整合或者關閉。香港電台記者鄧君柔報道。天文台下晝錄得最高氣溫34.6度，係今年以嚟最高嘅紀錄。亦都係有記錄以嚟最熱嘅芒種。
多區包括西貢、上水、元朗、跑馬地，最高氣溫都超過36度。預測聽日有幾陣驟雨，天氣炎熱，氣溫介乎27至到32度。隨後2、3日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高溫天氣緩解。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話西貢東壩破邊洲路段遊客人數喺個別日子嘅高峰時段已經達到場地承載量，正係研究並考慮引入預約制，透過將遊客分流至到一日入面嘅唔同時段，提升遊客體驗，保護山徑避免過度損耗。另外，漁護署建議將橋咀東西兩側嘅珊瑚區，包括連島沙洲，指定為海岸公園，面積大約63公頃，已經開展公眾諮詢，爭取出年年中前完成法定指定程序。舊年年底開始出任中國香港足球代表隊暫代教練嘅盧比道獲足總聘任為港隊主教練。佢話會俾多啲機會年輕球員出賽，為港隊注入活力。接過球員時代熟悉嘅20號波衫，49歲嘅盧比道正式成為港隊主教練。Well, I think I don't need to introduce myself. Everybody know me. I have been here already 16 years, so you know I'm home. 舊年12月，當時仲係港超球隊東方教練嘅盧比道接替離任嘅韋斯活，以暫代教練身份首次帶領港隊出戰，喺省港杯首回合主場以2-2逼和廣東。雖然港隊次回合最終喺互射12碼落敗，但盧比道之後亦都繼續帶隊作客印度完成亞洲杯外圍賽。呢個曾經當選香港足球先生同連續3年當選最佳教練嘅西班牙教頭表明，會俾機會年輕球員上陣。You know, we are going to try to make our squad a little bit more dynamic, a little bit more young. We have to start to trust our young boys, our players that have been working hard to get into the squad, and they deserve the chance. Integrate them in the team with the seniors that we have, and try in a couple of years have a very competitive squad and in a good age to try to work for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World Cup. 今晚佢會帶領港隊喺大球場同蒙古踢友誼賽，港台電視32今晚會直播。另外，足總宣布將會喺9月至10月舉辦國際足協東盟杯賽事，港隊都會參賽，預計會喺香港上演3場賽事，包括其中2場分組賽、季軍戰或者決賽。香港電台記者梁嘉琪報導。